今仔日是教师节，因为伫咧制度甲少囝化等等原因之下，要成做公立学校的正式教师是真无简单。根据监察院2021年的报告，全台湾中小学有超过3万的代理教师，这代理教师的工作量并无比正式教师搁较少，因却无相共的保障。下暗7点半，公视台记者青春咱的网做伙来了解代理教师的困境。较早伫咧教学校。 老师先带学生，甲教室4块有拼拼咧。这是屏东县3号国小，今年是代理老师林如玲伫遮教册第5年。根据统计，111学年全国各校的老师，9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是代理老师，占全体老师的11%。亲像林如玲，虽然是教育体系毕业的，嘛有教师证，不过要真做在业这一关，一路是坎坎坷坷。 正常老师就是你爱参加迄个管市的考试啊。我家己较无迄个壮士断腕的决心啊。像阮这个偏乡的小校啊，面对到的问题就是你学生的人数愈来愈少，啊，你可能恁学校会有甲别间学校裁并校的可能性啊。然后是几块肉？3块。因为偏乡少囝化严重，遮侪学校因为招生的人数无够。 面临去用裁并的危机，教育单位未增加在业老师的课，所以伫偏乡的教学现场，代理老师称在是学校唯一的选择。不过一年签约一届制度，嘛互真侪学生甲老师之间无法度建立长久师生的关系，变来到学期尾，就搁爱甲老师相时。有耐心的你，花费下课时间一次又一次。其实学校甲阮通知讲。 任期是1年嘛，是较晚的时间。啊，毋过阮嘛是爱有囡仔心理准备啦，所以有陆续就是先甲因讲，我就是甲7月31号。说如果是正式老师，你对于孩子的付出就是可以，不会说你可能就断掉了，学校没有缺，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继续。代理老师是少囝化甲教育制度双边考虑之下暂时存救的办法。 不过，教育是爱有固定的规划，安怎建构完整的教学体制，提供老师健全的保障，有完整的教学品质，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甲社会建立共识，用早互老师聘用的制度更较周知。好学校是代理老师会当安心教册，好学生会当学习甲成长的所在。记者陈雅顺、连新维综合报道。